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外送员把饮料拍车倒，竟然搁甲倒转去。台中有民众甲连锁的素食店点一份套餐外送，这外送员送到位，民众为监视器看到这个外送员甲其中一杯饮料拍车倒去，这个饮料流离的塑胶袋啊，这个外送员竟然甲袋仔内的饮料搁甲倒转一杯啊！民众看一个拢硬气，哪会遮太高咧？啊，这个素食店是发声明讲哦，这个外送员无照标准作业定数，将物件摕倒来餐厅重新过来制作，有严重的疏失，已经向顾客来道歉。啊，因内部嘛会调查，会处罚，会过来教育。食安处人员到连锁素食店稽查外送流程，因为因的外送员互检举无卫生。外送过程中，饮料摇摇晃晃，饮料翻倒了就流进塑胶袋里。这时外送员居然就把塑胶袋的饮料倒回去，很不卫生，也很不公德啊！不要说麦当劳，其实任何一家的餐饮业，我们都会觉得很恶心啊。对，很夸张，要换新的给人家。民众一听到，拢讲震撼。实在来问其他平台外送员，若是外送饮料车倒会安怎处理？如果真的用倒了，那是不是故意的啊？我会再买一杯给他，这是职业道德吧？所以我会用一个一个袋子装起来，然后这样子比较不会倒，而且我有吊钩。有外送员为着避免饮料车倒，家己穿塑胶袋仔套伫饮料，结果放伫杯架。连锁素食店针对外送员的行为发声明讲，外送员伫外送的过程甲饮料车倒，所无照标准作业定数，再等去餐厅定做的严重疏失，已经随请营运主管和人客联络表达关心，嘛对餐厅人员进行内部调查处分和教育。另外，嘛请餐厅人员出餐进前一定要检查加强正确的操作，还有运送的稳定度，避免饮料流出来。业者没有保持产品的稳固，而且没有做好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，涉嫌违反《食安法》第8条第1项规定，已开立限期改善通知书。食安处讲已经请业者限期改善，后续嘛不定期前往复查，若是复查了后要是无合格，就会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